哦，即係你係對田徑定對佢有興趣？好，你哋好啊！想問下你哋嘅興趣係乜嘢咧？我啊彈鋼琴咯。畫畫？踢下波、打下波，田徑。即係冇人係打羽毛球嘅，中意。OK。哇！二次元咁即係大概係邊一類？日晚日漫哦，因為如果平時即係可能考鋼琴要學嗰啲之外咧，有冇話平時自己空餘嘅時間都會彈下自己中意歌手歌？譬如咧？譬如彈下啲 K-pop 歌都會。哦，有冇話你最中意彈邊首？好似冇。好似冇。有冇話可能受到屋企人影響啊？定係你中意嗰個偶像係？咁你咧？田徑就係可能佢有時候之前佢捉我去玩田徑，一玩玩下又有興趣咯。哦，即係你係對田徑定對佢有興趣？田徑。啊，田徑。